你是有看民谣电视台我歌舞美节目嘛？啊，也有看，我基必看，不看电视台这个歌舞美节目，这个手机节目一年来看3回，一般都看3回左右。拜我嘛冇必看的，拜那細啦所開播，就講前啲事嘅我都必看嘅，對我嘅看啦，但落咩問題地方嘅條線落啦，好地方落下嚟。小區然後呢幫我可能聽，別個嗱我那以後啊，講換詐騙啊，最重要嘅嘛，伊主要顏色噃是使叫使冇用去做㗎，係嘛？一時要嗱知你中央局長講嘅，基本都話中央節目，個節目就增加興趣，第啲啊冇在面區入邊有興趣嚟嘅，第二面區còn lâu đó ngon to chỗ này càng tay để chỗ, ngon đi chỗ nán chứ chỗ nháo hồi quê mà ý chú nghe ngon nghe ngon à tôi thôi mà hồ, ý về để biết cái ngon lâu đó chỗ theo mình khơi mà mình cứ giờ chỉ bỏ đâu quá lấy sinh sinh nhập viện cả bà cả hồ nhau mà chỗ ấy khăn ngon chứ múc về thì đi ngon quê cũng nhát lại chỉ uống đại của họ còn đang ăn theo như đi mình áo thì ra đi thì nuôi quê tôi chỗ thì trái hồ,但係我以前去看。聽我鼓勵我高雄鼓癲咯，鼓仔就同我多工嘅。電視台有個內容啊，即係有啊，係嘛？功能啊，好似我老公一都拿，係嘛？即係話你功能啊，這電視台嚟嘛，個能啊是我零3年咯，嚟工作我嘅，我從你話咯，嚟工作嚟40年咯，嚟個內容3年拿個數嚟過夜啊，你講內容講嘅呢？但係呢段不走嘅地方，我發現叫嘢嘛，因為講意見。個我見下最了解咗。講美節目嚟我係輪到老年，我依冇叫嘢就到多少年輕別個坐人啊，到攞嘢嗱吹梅我都好啱個曬到至會嘢啲。佢揀錯咗，第開就幾點計辦嘢啊？就有好第邊度。冇，見幾個就有，你講過咁啊，搬大嗰啲啦，到後面啲嚟。計幾啲工作幾啲咯，先係個做背我網咁啦，好似我，斷先好似我，都咬去鬥我，係咪？你阿爸嘛搖搖而生啊，最多呼應先，我那一年講嘅旋律啊，公主黃跑多，也一年講羅蘭啊，一年啲多翁嘅資本資產。中央嘅話都俾以後人我介入，今日嘅歌美節目，讓我照你講到講，這些俾人我介千萬年嘅話。小小的歌美，年年都開心，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民謠電視台福州話節目歌美。今日我有請兩位嘉賓，這是老哥。這是一個人。觀眾朋友，大家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兩位嘉賓啊，你那嘢啱啱見我仲話，那我辦送㗎，你送生活點啊？我講仲話，哇，是仲話依類，但是也咧佢女仲話我介哦，我介哦，早些那嘢我關係去送我京東，現在又後仲話趕緊破呢後邊上溫少女，我咪仲話大嘢都。好，至少邊個講嘅嘛？論學齡啊，講女這樣所以。能出來卡了，但係因為咩話女講之前呢已經關係啱嘅啦。但女人我計呢依度講哪講，你得咧我計我嘅水外，就你我佢，就你我佢。但你仲話上我計咧份你就引起就我啱咯，所以講嗱如果嗱佢計呢依度，我計呢依度，就係我會啊最咩好。其實都能夠對我㗎，佢呢我你多啲嚟啊，知下我啊，都講兩我佢計啊。嘛啦。佢我好嘅，真係表達嘅依類啊，依嚟正式依類。嘛啦，偶爾也是講我介思緒，偶時我介仲話順語，那個男士呢，你盼望就盼望，總就偏我介我啊，都你做，
極端啦，做這話咧，係嘛？手機話咧，誒講到講啦，一睇就是我可能我介我冇正面正面啦，哎好啦好啦，誒，正面嗰個女性哦，好來，他啦我做嚟先啦，做嚟好啦，男中女比，男中女比，哎，男中女比就我哋知哪裡冇？就我認為先啦，男愛地位哦整個中國，女愛地位整個得嘅啊。誒，依你仲係依類呀？哎，你啊，誒，依你那有冇？係我介意下嘛，做歐啦，仲話對男傾女仲話香港水路上升，但係仲話香港水路上升，冇做晒男女地位就咩變定啊？冇啦，就像濟南婦女嘛，特別細仲話山區仲話交通仲話唔係發達嘅地方先寫淨我別晒嘅地方冇婦女嘛，啲少啊仲話影響冇大家仲話一下咪變定嘅等佢，是這所謂男中女比之和啊嘛。是湊佢成日湊佢意見，意見就會住嘛。因為依類是講咩啦？男愛愛兩多從天唔旺，起碼注重公家，係嘛？但女愛多從咩啦？多從仲話對地度用，以後仲話起碼謙卑，仲話有保護性。你看嘛，仲話天個就係我格定，第一是加天壓力，有諗是仲話動物噶，佢哋食物噶。是家第一種病啊，佢哋家係啲社會啊，係咪？或者天得不一啊，係最到嚟到呢家對地之數，係咪？保護一切。誒，上面個對地是保護一切，呀上面呢，因為女係從對地，我話冇，以後仲話保護一切，仲話謙卑心，以整個溫柔，誒咪真溫和。現在仲雖然人家仲話時代進步嘛，仲話男中女比雖然仲冇仲差嘅啦，係咪？你看人家現在男女平等嘛。即係我你話因為中國這樣努力學費努力拼搏，因為地位都也應嘅啦喎，成人律用英嘛，仲話要做出現嘛，係咪？仲話呢男女地位平等，仲話先面嘛咪就出現嘅啦。頭先也就話男中女比啊嘛，佢仲話社會我介有我，人家觀眾們啊，聽下就佢節目一下，可能多鬆多嗱，男中女比，是講男愛是天。女愛是地，中央嘅嚟依類，依你個男愛也為啦，女愛仲話也女愛從天我係嘛，咁你都就仲話送到我，一世嘛關你咩嘢？冇啦，喂，但呢個可能佢介我是先哪啲？我聽到等呢個話是仲話走空之車，那一男人我呀，那馬前我佢走空所要得字。周個空，周時間過嚟，人家做招待，做招待嘅，佢鬧啊，空是咁粗口就架啦，空，人哋女是空係嘛啦？世界之路講我是講啦，並肩之交不可忘，走空之車不下動，就講跟你夾你就看哪呢？跟你結交朋友嘛，你都看到，都看得到呢，個向你去喎，係咪？但係就講你走空之車，就講因為講你個走個空咯，起碼得咧，起碼架佢拿咯，意思講你。中間功夫嚟啊，寫走嘢啦，寫空嘢啦，紅光呢字嚟嘛，一搞你公道而醒呢種啊諗嘛，嘛，你咩嚟個丟大，不下當就講咩嚟個丟大咗，個期大咗，嘛，咩嚟就講俾啲時下退鬧嘛，教你暴力啊，咩嚟你咩嚟我起先人講咩嚟嘛，所以可能我介佢介啊，經濟上升個雙方嘅種啊效果，那個講咁難我啦，第三我啲。可能我介最清楚我見佢嘛，先哪裡就講最都好認性，你知我是指一好，因為婦女一好是高好一好，所以講係嗱，你高好啦，俾你開，你自然就做到，嘛，我係一片河邊大女啊，你就嗱我介我依度做我河邊嘅當聲，仲係樂間氣，河邊嚟拉拍。我跟你說，我你就可能你用我介我依類嘅，就講最多就講咧，就係安半夜。我冇點講咧。但係這邊就講是就所以點講就講，佢啱嘛，伊搞7年呢回啦，伊就拖啦嘛，伊拖嚟就講落嚟俾回馬死就啦嘛。但係因為嘛，佢啱其他屋企做咩好嘛，冇超水嘅呢種，因我要嗌做咧嘢就冇啊，咩我對佢好脆會啊，屋企前下啊，家仲講伊冇超水至細冇，伊啱嘛馬死嘅冇。就台整個本網，就俾咗佢啱。你講嗱個，我跟住傻你咧冇可取嘅。嗱個呢嚟嘅，佢佢啱就講到啊，最多好認性，高好一好，因為好意。因為仲話婦女一好，真係好認性，就講你高好我一片好心，最多嘅事仲講咧。佢啱本來是從羅馬死跟我結婚樣，一講我這鄉時櫻花富貴啊，所以咪講你乜定有我富貴定啊，你仲理佢啊？係你啦，所以講你最多好認性是高好一好，
这好个遐好嘛，伊就嘛双车108000里，哎，嘛呀来谈那个妇女见面，哎，嘛啦，你看，干咩嘞？中央我所讲，以这车你看嘅只嘛，伊就嘛大妇女坐上攞大双鞋，你看。冇啦。故我说我啊，就你那个经常听到乌都不通呼，哦，只要我啊，我见我对那挨得嘅也真多啊。乌都不通呼，会我哪是先啦？只要我呢，之前那以前冇有讲过啊，簡單講啦，先啦，烏都補通呼咧，因為講都一個烏都補通呼，所以我所以人嗌做烏都攞，冇都攞你咩錯呢難處行，所以這啲區別，誒，所以難處行，人家兩度一來都攞，你即係想所以難處行。如果喺度攞真錢嘛，就種話你麼？咪經你功能啊，就小企咗佢嗱，佢就係種話做咩嚟嘅？我之前都講烏都不通，是個烏都不通呼。都係都攞遐都，因為烏都不通呼。冇啦，最是個對種話男愛上去街，男愛也落就一見面，為男愛見面，有得嘛？古好先諗嗎？但種話咁嘛，你發現嘛，到攞家庭到攞到你，你係夾雜你。住啲，係咪？男嘅也要去做。男做女，女做男。誒，做客嘅就講呢，我那就講烏數我可能我計。烏數我先拿好咧，公主王包多。公主王包多，這些包多包嘢，因我那飛機先啊，飛機就講多翁的多女就女，個住啲就女。係嘛？佢哋一講公主王包多，那個溫嚟到，因為講你講人啊，因為佢都主播，誒嘛，你個主播呢，南馬地好嘛，你都冇主播呢有玩意吧，係咪？但係因為你個人我介意，咁難個都冇，人家又靠都冇個主播，因為就話依度，佢咧就另外話條條魚咯，幾咯啊到都呢個太，他咧呢姑咧呢就係話殺死人，另外是屬於捉錢咗，殺死要咗嘛。佢公寓不但係飛機人啊，有啲住所嘢咧就話是賺啲件類，如果講賺啲件有夠用咧，嗱我殺死，嗱我做錢。但呢個咧我介顧哪個？誒，人啊，人家又做咧靠住啲，但只要我飛機冇有你冇，就令我介意。誒，所以講一下你家庭到路度連，你話靠家庭嚟住啲，人啊一邊也要。呢個你那媽家錯嚟，去第一支貨。我到路我那媽住。哦，得啦，你先係小仔。冇少做嘢，最是講我那媽住邊個河咧。哦，邊啲學你呢？因為住河咧，等我啲意住嘛，我係拉住話依度落去我苗咧，我等我依我住咯。我就走啦，嗱，不過說我依我個支付那個你住河咧，唔得啦，呢，叫我是可能都有因愛之心，因愛隨便佢殺生，因你講個人愛，因我佢住佢都講你住啦，因你講單單講殺生，就講講你我換咗，你我換咗嚟呢？但古老我乜嘢咧？可能我家有㗎啦，就這些呢，就好不好，有生無好為多。就本嚟那個也有聽過，有聽過但是嘢呢，只我因你就話講，不好有生無好為多，只好嘅只係烏用咗。只我其實咁啊是民主講嘅，民主講不好有生無好為多，送不過一處為無好嘢。現在依類，送東西然後就講佢拖拉馬嚟講嘛，因為買弄咧都家哋買冇一般嚟行，就講借拖嚟拉馬，但就講本來就講你知道嘛，你做那嘢依嚟講冇搶死一般咧，就講一所以咪好濃所以表現，所以講不好有生有好為多啊，即好是講你前輩家嘅女士後輩，冇就講前好就話區分，冇就講前中世就話前好就不用。嘛是中國依類，所以你都中輩，因為講你結冇結婚，結冇多年，你學有效。嘛，即效個一效咩所要？天下地別啊，屬於前8年你冇，就因為知道我啊嘛，你可能因為你之前呢，因我結婚，因我翻家，就也未後龍，因你注意。但我講回答會，比如講。你仲那個有結婚有生囝，佢哋生4隻囝細嘛？如果是4個囝，你嗱教育冇學，對你點解樣？對你學業轉，佢哋學業轉，對你未好容易。你講嘢仲講驚生攞曬咩？國際冇人，國際冇人上嚟，注意壓力不好，注意即係好嚟不好。所以講啊，那胡椒面啊，你多數話在你做水啊，咩嚟旺佢？也就嚟講，你驚生仔啦，如果嗱未好long，佢不會冇人。你生細節，佢不會你好long嘅水。該這個啊，那個古豪先啊，仲話可能我介我嘛。古豪那個今天有聽講說，學咧家和萬歲興。最後先啊，仲話我介啊。
只有教我手先，因為我計，只有我其實那咁大數半。係啦，其實我是講啊，好愛在無證，無證在住安，住安在家好啊，家好就玩手先。冇啦，呢就是所謂過年的。冇啦，知道我呢度就呢咁話，老媽對佢家庭有足夠嘅愛，嚇，就足夠嘅愛就比如我細人家庭你看好你咁諗咧就安寧，冇啦，啊諗咧安寧我就要錢手就咁定嘅，冇錢就係傻咁定嗰啲，佢哋我又係安寧嘅，成日安我，都好啲氣氛啲嚟健康嘅程度。哦，兩個健康程度。係，兩個就安寧咯，家庭啊就係好，啊家庭好冇個。一切都係興旺嘅嘢，哦，所以係嚟家好玩水興。所以嗰度我話你嗰個單工數哇，會古澳邊嗱仲話可能我介你我嘛，古澳數可能我介話做嚟啦，女主無債變世大。知道我是我那是寫了一類，就家古了會後仲講就講女主無債變世大，世界真係講變啊，因為方便下變，生命變下變，變別是起下變，是講佢專業人嘛。那麼佢就但是因為佢真聰明啊，就我講咩單，但係一做咩單。認真寫稿。認真寫稿片啊，都擺又要貼廿萬啲，因為一嚟所以做個大，係咪？但不過只要我冇引起呢我會成個無債變世大，現在無債這個因內在呢，你知啊？因內考退休啦，古嚟呢，我對那傾你書咯，兩個到路啲都冇人考退休，專業人哪有？考咗就嚟卡車啦，追波咁樣咯。嘛，考落係錢細住我專業人大教住我，唔係咁班人等佢。真係。世界只有我呢試過未啦？你專業人所以㗎，冇退休，但係你有聰明有啲嘢，咩講我啊？當我啊咩就當哪嘛？你也得所以大，係咪？但因為講你哪有退休？但如果所以呢嘛，只需要靠退休嘛，你做乜嘢顧慮嘛？聰明冇啲嘢，顧慮就當哪？顧慮講當我得咗呢嘛？你也你冇平個大我看，係你嘛？真係。世界最做你代數啊嘛，依嘢佢解單，當中圈嘢，真係。當中圈嘢咁單。所以講代仲話專業人不離水仲話氣死。所以我呢當中圈嘢啦。就話本人啊，就嚟。是說唔好玩，佢主其實一世呢仲話聰明嘅，最主要係擺先攞道理啊，先攞解講，先攞冇解講啊，能講啊，地理改變仲話咩樣？專業人其實也攞佢主一世呢仲話聰明，不聰明啲嘢不在乎，仲話盡量就變化仲話。加快手見證社會點樣企嘅文化，但是社會已經發展到現在在你等於錯咧，那樣說那年兩個專業人都每樣都希望我仲話對世教育。好啦，但係現在一欄女強人都嘈咗啊，係咪？古澳先啦，仲話我介我嘛。我見喺古澳數話，前年人家聽講。嗱，清污錯咧，那邊那媽都講賤佬啊，錯咧，我估你講動卡啦，嗱，賤佬啊，伊哋講大隻啊嘛，是算是謙虛表達，所以是個古來呢，也嚟講賤佬啊，人家現在是你講老媽，我錯咧，錯咧，我能講。真係，因為世界是啥？世界冷愛，甲平等，面呢謙虛。比如使用外資啊，使謙卑呢，避賤呢，避賤呢。但我因為我避賤呢，我那麼多錢賤佬啊，攞啊，是住累人是住這那麼，人家好似話錢錯咧。但因為個我那麼是賤佬，我那麼一賤，係嘛？是因為我謙虛親家是避賤呢，那麼也攞錢賤佬啊。所以講古來就話政府，但現在冇人就話政府，我睇。你講我那麼，我去到車啊。但如果現在老人錢，我諗下先學見落嚟嘛，我看之前呢又老古董。最家鄉啊，是你講我看冇講，一希望我多愛我介，但古我冇其他邊度我介我。哎呀，是這麼可能我介最輕，我會最輕鬆哇！我見我是先啦嘛，陰謀危機，天誅地滅。但這個廣告實際無嘢之類嘅，那實際是咧陰謀。危機，天誅地滅，即係危是就危下危，現在就危就講是人呢，所以呢都有效用有效危。如果這人呢冇效用冇效危嘛，這人呢冇就講冇得來冇偏濟，也只呢裝危來，就講呢天都看不穩啊，所以話天誅地滅。會叫廣告是只係危嘅，但你個頭聽成啦，陰謀危機。
天土地面，你这会个会，这所以因车，你可能你家要添车得了。是这说，这边个我会嘢，湖南面因，睇會是就會下會，睇會是會加下會。你看下，因為一隻車就話我可以麼？真係你就變成好難攞啊！知道話人頭你個麼？即係我啊，可能少，可能會嘢只佢加嘢啦麼？就作輕嘅，係咪？但係一邊但兩兩度會加你個。你到會個兩隻我隻好啦。要我一定都會食咩？人家一定都食，睇個食我主心內裏嘅修養。我一嚟講學會食，繼續去嚟。真係。但其實我跟人家生活點啱麼？也咧因為受我啊麼，佢我介佢咧佢介嘢麼，就一來都變啦，變成麼一變成成係我會。但係如果嗱冇幾時處理我水，但譬如講東山個歷史是好重要嘅，但所謂嗱你家幾多代度，但歷史看見東山上所謂新嘅一路，你本來都下邊要翻譯，哎呀，你見下一路上面一種一衰呀，但係依有嘅點解講咯喎？你只要用新也新，但係用嚟一個㗎啦。但依隻東山聽啦，前面攏話講嗱歷史你潮我真土啊，講依度用嚟真舊㗎啦，就攞頭。但因為對我冇所謂嘛，處理生意就冇所謂發揮啊，係咪？但係就講就講歷史嘛，就慢慢關係就變好嘛。但係歷史中啊咪多㗎，當翻日日有台卡啲盼望啊，佢哋即係講咗做呢套我呀。哦，但係會佢聽到聽啦，我嗱一當翻可能好講俾你講嘅，一行我咪多行我日吐，一個我隻我啊，我一種先嘛啦，我考下個我日吐，係咪？哦，我嗱我會，但係講英文歷史我講到了㗎。靠住我東山出嚟佢睇嚟就共鳴啦，但東山聽啦，哦，我那是景光嘛，但係話我計我可以做寄佢咯，寄佢人又不像好朋友。所以講啊，一嗱我會啊，人家乃心中明白，其實人家帶到你嘅啊，都俾我可改正咗我會，就從人家嘅男朋友點樣啊，仲講可能我會喎，關鍵咪有一個你個人聽啊，計對仲話將考佢嚟依類，學上多嘢，仲話過嚟我計嚟依類，佢我改正我哋，會多警告社會，認真寫稿啊，都嚟說也好嚟仲話將嚟攞，就係。關鍵咪有啊，那麼關於仲話過嚟可能我計佢計，仲話我會話，見下人家成朋友家陣咧，搞以後有機會人家計你朋友，係咪嘛？